2026年5月17日，晨曦青年動力主席鄺浩明先生佢同夫人出席，受賴俊榮主席邀請觀看大型中國歷史人物舞台劇《硝煙遺民林則徐》尾場演出。活動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何漢權校長 BBS、MH 及現任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 SBS、JP 上台致辭，為本次歷史文化活動正式揭幕。期間本會主席由何漢權校長引介下與副司長做簡短有關青年交流。本次活動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主辦，香港理工大學合辦，並獲教育局鼎力支持。本次劇演及評選活動意義深遠，旨在深耕香港國史教育，傳承民族精神，核心意義，帶動廣大中小學生深入認識中國歷史人物的愛國情懷與社會貢獻。這部舞台劇由34位演員跨越小學、中學、大學不同年齡層組成，歷經2個月的悉心彩排，一邊應對返學的日常節奏，一邊犧牲休息時間全力以赴排練，每一份堅持都彌足珍貴，也讓這場演出更具意義與溫度。透過舞台呈現，激發學生學習中國歷史的熱情，厚植國家觀念與民族認同感，號召家長及社會大眾主動關注國家歷史與社會時事，推動國史文化走進家庭，走進大眾生活，引導香港社會各界重視國史教育的核心價值，弘揚愛國正向的時代精神。